少女俾青年割喉，掉喺沙漠不死。24歲嘅宋德強被控企圖謀殺同勒索綁架。佢前年由瀋陽嚟美國加州讀書，月初用假名喺卡拉 OK 識咗個21歲華裔少女，狂約去街，又話去商場，但竟然就車咗佢去沙漠。佢用少女嘅手機打俾佢阿爸勒索之後，仲想勒死個女仔，但勒佢唔死，佢就割喉。但叫少女醒返，行咗800米去求救。少女嘅阿爸就喺警方協助下，約宋德強第2日去停車場交贖金。警方趁佢攞個1萬美元贖金嗰陣拉咗佢，仲懷疑宋德強唔係第一次綁架㗎喇，佢面臨被判終身監禁。